因为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昨昏是和社会福利界见面，听各界意见。伊嘛答应讲，总共予伊选调，伊会定期和社福界开会来检讨社会福利政策的事情。 听到媒体质问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，和2024总统大选可能变作死卡赌，赖清德面笑笑无做回应，保持选前的节奏。28甲全台湾19个社福团体代表见面，各团体分别针对性别平等、儿少权益、长照罕见病、新长者议题提出诉求。台湾到现在还没有无家者专法，而且台湾很严苛的社会救助法规，还让95%的无家者都无法通过低收入户资格。具体的建议。 长照点应该再升级纳入住宿的一个服务，虽然1年可以增加360亿的一个长照基金的支出，但是可以减少家庭的一个身心跟经济的一个负担。我们每天难以出门，交通不便，没有足够的人力协助生活，总在马路上惊心动魄。 没有安全的道路可以让行人轮椅通行。听所有的建议了后，伊回应指出，台湾新生障碍人数差不多占总人口的5%，国家有责任做弱势者的靠山。赖清德也承诺，若做当选总统，会定期甲社福界见面，确保各团体心声一旦互人听到。经过您的意见，我们来落实，让整个台湾的社会对于身心障碍者的生活照顾更加的周全。社会福利基本法已经通过。 那未来是执行落实啦，这一部分我会来加强。刚刚社群团体里面也有提到，就是社会救助法贫穷的定义，我们可能也要来检讨。赖清德表示，关心照顾身心障碍者，互因得到支持甲尊重。除了政府机关推动政策以外，也必须甲社福团体共同合作、公私协力。对于目前法规若是无完全不足的所在，赖清德也强调会详细检视推动修法，也是立专法来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